昨天他们还是硅谷的 CEO， 是华尔街的精英，是全世界争抢的高智商人才，而今天他们却突然成了美国要清理的对象，成了加拿大抗议者口中的公敌，成了欧洲各国避之不及的麻烦制造者。这绝对是近期最不可思议的全球大反转。一场针对印度移民的关门行动正在全世界同步上演。为什么这个曾经被捧上神坛的群体会在一夜之间形象崩塌，沦为人人喊打的对象？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令人细思极恐的经济冲击和社会真相？今天我们就来撕开那层政治正确的温情面纱，把这个让西方世界都集体破防的关于印度移民的残酷故事一次性给你讲透。这事儿真的不简单。你不光能看到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直接放话誓言要彻底清理乱象，更能看到从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甚至到我们身边的日本、韩国，居然都像商量好了一样，极有默契的同时对印度移民踩下了急刹车。这已经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席卷全球的正在形成的巨大风暴。首先咱们得先看看全球各国最近的操作有多密集，有多坚决。这简直就是一场针对单个群体的精准的政策围堵。我们先从美国说起，特朗普那番狠话可不是随口说说博眼球的，它是建立在美国社会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之上的。根据2024年10月美国移民局最新公布的一份政策草案，美国正在计划对印度移民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限制。这不仅仅是要提高 H-1B 工作签证的门槛，以前你可能觉得有个大学学历，会点英语就能去美国敲代码，现在不行了。草案要求雅思成绩不得低于 7.5 分，工作经验必须满5年。这还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美国计划对所谓的链式移民下死手。什么是链式移民？就是以前一个印度人拿到了绿卡，他的配偶、子女、父母，甚至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都能通过亲属团聚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移民过来。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模式，让美国的印度社区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但未来可能将只允许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申请，而且主申请人的年薪必须达到8万美元以上，这比现在的6.5万美元足足提高了23%。更让许多印度移民感到脊背发凉的是，草案里还提到要对在美国已经居住满10年，但至今仍未获得合法身份的印度移民进行一次专项清理。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强硬态度。为什么美国突然变得这么激进？咱们听听普通民众的心声就知道了。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叫汤姆，前段时间在 TikTok 上发了条视频，配文是“我快养不起家了”。视频里他拿着自己3年前和现在的接单记录做对比，满脸的无奈和愤怒。他说2021年他一天能轻松接12单，净收入能有300多美元，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现在呢，印度移民开的网约车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他们为了抢单，愿意接各种低价单，甚至低于平台指导价20%都肯干。他们说他现在一天顶多能接到5单，有时候连油钱都赚不回来。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很快就破了500万。评论区里全是感同身受的美国普通人。洛杉矶的餐厅服务员说，以前时薪18美元，现在印度移民8美元就愿意干老板，直接把他们的时薪砍到了10美元。芝加哥的建筑工人抱怨，印度劳工扎堆的工地工资被压到最低工资标准以下，还经常被要求加班不加薪。这种足底竞争让美国本土的蓝领阶级苦不堪言。虽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比如一些民权组织在华盛顿举行抗议，举着反对种族歧视的牌子，说收紧政策是对印度移民的不公平。但数据是不会说谎的。根据盖洛普2024年9月的最新民调，高达68%的美国民众支持在未来限制印度移民的数量，其中75%的低收入人群认为印度移民抢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58%的中产阶级则担心社会资源被过度占用，
更让人意外的是，一位美国前国土安全部的高级官员，甚至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里公开写道：如果放任印度移民像现在这样无节制地涌入，那么不需要任何外部势力的破坏，美国自身的就业市场、公共福利体系就会从内部开始逐渐走向崩溃。它已经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残酷事实。再把目光转向北边的加拿大，这个曾经被誉为移民天堂的国家，2024年的操作更是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根据加拿大移民部的最新数据，2023年加拿大接收的所有新移民中，印度裔的比例已经高达34%，比前一年又涨了6个百分点。这个比例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新进来3个移民就有1个是印度人。结果呢，直接引爆了全国性的社会危机。2024年3月，在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超过10万民众走上街头，他们举着的标语非常直白：住房是基本人权，不是移民的红利，停止用移民来压低我们的工资。我认识一位在多伦多开中餐馆的华人老板老陈，他就跟我疯狂吐槽，他说2021年他招服务员，实习工资给到15加元每小时，还不好招人。现在印度移民一来8加元就愿意干，而且能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毫无怨言。老陈说他也没办法，市场就是这样，只能给老员工降薪。结果有经验的老员工全走了，现在他店里全是印度员工，沟通全靠手势加翻译软件，客人的投诉率比以前高了整整3倍。更严重的是住房问题，多伦多的平均房价在2023年1年内就上涨了18%，其中在印度移民聚集的密西沙加地区，房价涨幅更是高达惊人的25%。加拿大房地减产协会的数据显示，印度移民家庭的购房比例是本地家庭的2.3倍，而且很多人是全款购房，他们把在加拿大赚的钱和国内亲友凑的钱集中起来，一次性买下多套房产，然后再高价转租给其他新来的印度移民，从而极大地推高了当地的房租和房价。这种炒房模式让本地的年轻人彻底失去了拥有自己住房的希望。面对这种近乎失控的局面，2024年4月，加拿大政府不得不紧急调整政策，他们将印度移民的年度配额从原来的15万直接砍到了12万，下降了20%。语言门槛从 CLB 5级提高到了 CLB 7级，工作经验要求也从1年延长到了3年，并且还新增了本地雇主推荐信和无违法就业记录证明等新要求。加拿大移民部长在记者会上话说得非常直白，我们欢迎能为加拿大做出贡献的移民，但我们绝不能让移民的数量超过我们社会的承载能力。住房、就业、公共服务的压力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欧洲这边的动作更早也更坚决。英国在2024年1月生效的新移民法中，直接把亲属团聚的年薪门槛从3万英镑提高到了3.87万英镑，还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3年的纳税证明，并且配偶必须通过英语 B1 级的考试。要知道，以前配偶只需要提供一个基础的英语证明就行了。更狠的是，英国还取消了过去专门为印度 IT 人才设立的优先签证。以前印度的 IT 工程师可以通过所谓的杰出人才计划快速拿到绿卡，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他们必须和其他所有国家的申请人一样去排长队，还要通过极其严格的技能评估。德国的操作则更加直接。2024年7月，德国政府宣布无限期暂停来自印度的普通劳工的工作签证申请，只保留对博士、高级工程师等极少数高端人才的签证通道。德国劳工部给出的理由是，2023年德国本土劳工的失业率上升到了5.2%，其中低技能岗位的失业率更是高达8.7%，而印度移民从事的大多是这些低技能工作，与本地劳工形成了最直接的残酷的竞争。我一位在柏林做 IT 的朋友小林就跟我说，他们公司在2022年曾经尝试性的招了8个印度工程师，结果
有5个连最基础的 Python 编程语法都不熟练，写的代码里全是 bug， 最终导致他们的一个重要项目延期了整整3个月，给公司造成了超过100万欧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现在，他们公司招人会直接在招聘启事上注明优先考虑欧盟公民，印度裔的简历基本上看都不会看。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可能还是日本，这个一直以来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极度缺乏年轻劳动力的国家，在2023年原本还计划在未来5年内引进50万印度劳工，结果到了2024年就紧急踩了刹车，把年度的引进配额从10万直接砍到了3万。为什么？因为实际的情况远比他们预想的要糟糕得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已经引进的15万印度劳工中，只有42%具备基本的专业技能，超过90%都是没有任何技能的普通劳工，而且其中有30%的人，甚至连最基础的日常日语都不会说。更严重的是，在那些印度劳工聚集的东京、大阪等地区，犯罪率和公共卫生问题都出现了急剧的上升。2023年，东京发生的盗窃案中，印度劳工犯案的占比竟然高达18%。在大阪的街头流浪汉里，印度劳工的占比也从2022年的几乎为0暴涨到了2024年的7.2%。日本女性的抗议更是激烈。2020年6月，在东京涩谷，一场抗议游行吸引了超过20万人参加。年轻的女孩们举着“我们拒绝用安全来换取廉价的劳工”的牌子，中年妈妈们拿着“请保护我们社区的环境”的海报，而退休的阿姨们则高喊着“我们的税金不是用来养懒人的”。有日本网友在推特上愤怒地吐槽，政府当初跟我们说引进来的是优质劳动力，结果来了一群连最基本的垃圾分类都不会的人。现在公园里到处都是他们扔的垃圾，电车上还经常有印度男性对女性进行骚扰。这根本不是在解决劳动力短缺，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社会制造新的更严重的问题。更有意思的是，日本总务省在2024年的一份民调显示，高达82%的日本民众支持政府进一步严格限制印度移民，这个比例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是最高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你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移民嘛，刚开始总会有一些摩擦和不适应，但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些真实的血淋淋的案例，绝对会让你刷新认知。印度移民在海外的一些犯罪行为和不文明现象，已经到了让许多接受国的民众忍无可忍的地步。先说一个在2024年6月发生在新西兰的恶性案件，这件事至今还在新西兰的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受害者是一名年仅22岁的新西兰本地女大学生，在奥克兰大学读书。一天晚上，她放学后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散步，结果遇到了一名30岁的印度移民。这个人是通过劳务签证来新西兰做建筑工人的。这名印度男子先是以问路为由向女孩搭讪，然后突然拿出一把刀进行威胁，将女孩强行拖到了公园的深处，实施了性侵。更让人感到愤怒和后怕的是，事后女孩报警，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名印度男子在印度国内就有性侵的前科，他是通过伪造无犯罪记录证明才成功拿到的新西兰签证。而在法庭上，他竟然还为自己辩解说，在我们的国家印度，一个女人如果晚上还单独出门，就是在暗示别人这并不能完全怪我。这句话直接引爆了整个新西兰的舆论，网友们纷纷要求政府对所有印度移民的背景进行一次全面的无死角的审查。新西兰移民局随后紧急抽查了 1.2 万名印度移民的申请资料，结果发现了870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是伪造的，其中有320人在某国有明确的犯罪前科。再看2024年8月的德国，在柏林的一场大型露天音乐节上，发生了几起震惊全国的群体猥亵案。12名印度移民在酒后对现场的多名德国女性进行了骚扰，甚至将一名年仅17岁的少女围堵在角落，试图强行拖拽。
幸好周围的德国民众及时出手制止，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警方在调查后发现，这些印度移民都是通过季节性的劳工签证来德国的农场工作的。他们在接受审讯时竟然说，我们只是在和他们开玩笑，在印度这样很正常，但德国的法律可不认为这是玩笑。最终这12个人全部被判处了6个月到2年不等的监禁，并且刑满之后立即驱逐出境。这件事也直接引发了德国各地的抗议，民众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引进印度的低技能劳工。德国总理舒尔茨甚至不得不为此公开向民众道歉，并承诺将全面加强对所有外国劳工的管理和背景审查。除了这些令人发指的暴力犯罪，印度移民在日常公共场合的一些不文明行为，更是让各国的普通民众感到头疼和厌烦。2024年7月，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群印度游客竟然在威尼斯古老的运河河道里脱下衣服洗澡洗衣服，甚至还将吃剩的垃圾随手往河里扔，导致部分河道被严重污染。当地政府不得不紧急关闭了部分河道进行清理。威尼斯市长在记者会上愤怒地说，威尼斯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不是印度某条肮脏的小河沟。我们每年花费数百万欧元来维护这里的环境，不是让游客来肆意破坏的。更过分的是，当当地的居民上前去制止他们的时候，这些印度游客不仅不听劝阻，还反过来辱骂居民是种族歧视，甚至动手推搡。这段视频被传到网上后，意大利的网友们纷纷要求政府严格限制印度游客的入境。意大利移民局随后也宣布，将对所有印度游客的签证申请进行更严格的审查，要求他们必须提供详细的行程计划和充足的财产证明。还有2024年5月在加拿大发生的公园粪便事件，在温哥华著名的斯坦利公园里，一群印度移民在草坪上野餐时，竟然直接让自己的孩子在公园的草坪上随地大小便，甚至就在儿童游乐设施的旁边。一名正在遛狗的加拿大市民拍下了这段视频。视频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草坪上到处都是粪便，苍蝇乱飞，而就在他们旁边不远处就有干净的公共厕所和垃圾桶。这段视频的播放量很快就破了，千万加拿大的网友们愤怒地留言说，这些人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公共道德这4个字，他们把加拿大当成了无人管理的蛮荒之地。政府应该强制要求所有新移民参加文明教育课程考试不及格的就直接遣返。你猜怎么着？这件事之后，加拿大政府真的就推出了一个移民文明教育必修课，所有的新移民在获得永久居留权之前都必须参加一个长达40小时的课程，内容包括垃圾分类、公共礼仪、基本法律常识等等，并且必须通过最终的考试。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印度网友会反驳说，你这是以偏概全，这只是个别案例，不能代表所有印度人。其他国家的移民也有犯罪和不文明的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印度移民群体中这一类负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实在太高了，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移民群体。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在202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这5个主要的移民接收国中，印度移民的平均犯罪率为 3.7%， 而其他所有国家移民的平均犯罪率加起来只有 1.2%， 本地居民的犯罪率更是低至 0.8%。其中，性侵、盗窃和非法就业是印度移民最常见的3种犯罪类型，占比高达 68%。更让人感到无语的是，许多印度移民在犯罪之后，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会习惯性的以文化差异作为借口来为自己推脱责任，甚至反过来指责受害者或当地社会。正是这种态度，让接收国的民众好感度直线下降，并最终将这种不满转化为了对整个群体的抵制。除了犯罪和不文明行为，印度移民的职场裙带文化更是让很多企业苦不堪言，甚至让很多企业苦不堪言。
在欧美的职场一直流传的这样一句话：只要你的公司里来了一个印度经理，那么不出3年，他所在的整个部门就会全是印度人。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但它背后确实有很多真实的血淋淋的案例。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波音公司，这家成立于1916年的百年企业，曾经是美国工业和制造业的骄傲，却在印度裔 CEO 米伦伯格的带领下，差一点就走向了毁灭。米伦伯格在2015年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大规模的招聘和提拔印度裔的员工，在公司内部强行推行印度优先的政策。根据波音内部后来泄露的数据，从2015年到2019年短短4年间，波音公司内的印度裔员工从不到1000人，暴涨到了2.1万人，翻了整整21倍。而与此同时，非印度裔的员工则被裁减了超过30%。更离谱的是，米伦伯格的用人标准完全不看能力，只看你是不是他的老乡。有波音内部的员工爆料，米伦伯格甚至把自己在印度农村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一个连飞机的基本构造和空气动力学原理都不懂的农民，都给安排进了737 MAX 客机的质量检测部门，年薪高达80万美元。这个人每天上班就是喝茶聊天，所有的质量检测报告全靠手下的其他人代签。而那些非印度裔的有经验的老员工，日子则惨不忍睹。一位在波音工作了25年的资深工程师约翰，在接受《纽约时报》的匿名采访时说，他的印度裔主管会故意给他们这些老员工安排一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让他们在1周之内去完成一个原本需要1个月才能完成的项目。如果他们提出异议，主管就会在季度的绩效考核中给他们打上差评，理由是不配合团队，缺乏进取心。很多有经验的、真正懂技术的工程师就这样被一个个的逼走了，留下的要么是印度裔，要么就是那些不敢反抗的人。更严重的是，米伦伯格还把波音最核心的关乎飞行安全的软件业务疯狂地外包给了印度的廉价厂商。为了用最低的价格拿到合同，这些印度外包公司偷工减料，雇佣了大量毫无经验的廉价程序员，最终导致了波音737 MAX 客机在飞行控制系统上出现了致命的缺陷。2018年10月，印尼狮航的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在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189人全部遇难。仅仅5个月后，2019年3月，埃塞俄比亚航空的同一型号客机再次发生空难，157人丧生。调查结果显示，这2起空难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被米伦伯格所忽视的由印度外包公司编写的充满错误的飞行控制系统。这2起空难让波音的100年声誉毁于一旦，公司的股价暴跌了 45%， 全球的订单取消金额超过了600亿美元，公司差一点就直接破产。虽然米伦伯格后来被解雇，但波音的口碑至今都未能完全恢复。很多航空公司宁愿花更长的时间去等待欧洲空客的飞机，也不敢再轻易的购买波音。波音的悲剧并不是个例，推特也就是现在的 X 平台，在被马士克收购前也经历了一位印度裔 CEO 帕拉格阿格拉瓦尔，他在短短6个月内就把这家公司搞得一团糟。他先是裁掉了公司 50% 的员工，其中 90% 都是非印度裔，然后把所有的核心技术岗位全都换成了他自己的印度老乡，哪怕这些人根本就不懂社交媒体的运营逻辑。结果就是 X 平台的 bug 越来越多，用户登录失败，消息发送延迟成了家常便饭，广告收入在半年内下降了 40%， 用户的流失率更是高达 25%。马斯克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毫不客气地直言，雇佣阿格拉瓦尔是我这辈子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之一。他的那种裙带关系文化彻底毁了推特。还有游戏巨头暴雪，在被微软收购后，也引入了多名印度裔的高管，
结果《魔兽世界》《守望先遣风》等一系列经典游戏接连出现重大翻车。2024年推出的《守望先锋2》因为 bug 太多，游戏平衡性极差，遭到了全球玩家的疯狂吐槽。上线仅仅1个月，玩家的流失率就超过了30%。有暴雪的内部员工爆料，新来的印度裔高管根本不听取那些资深游戏设计师的意见，反而强行要求在游戏里加入各种他自己喜欢的印度元素，比如在游戏地图里加入印度教的神像，在游戏的背景音乐里加入印度传统音乐，甚至还把一些经典游戏角色的皮肤改成了印度风格，结果导致全球的玩家都不买账，甚至连谷歌、微软这样的顶级科技巨头也深受这种印度裔高管的裙带文化之害。谷歌的安卓系统原本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操作系统，结果在印度裔高管桑达尔 Pichai 上台后，强行砍掉了很多深受全球用户喜爱的实用功能，比如高度的自定义桌面、更强的隐私保护模式等等，反而加入了很多只有印度用户喜欢但全球用户根本不待见的功能，比如印度语的语音助手、印度节日的动态主题壁纸等等。结果就是安卓系统的全球市场份额从2022年的87%下降到了2024年的81%。很多手机厂商开始转而寻求采用鸿蒙或者自研的操作系统。为什么印度移民的这种裙带文化会如此严重？这和印度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在印度，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被废除了，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依然根深蒂固。人们非常重视血缘、家族和同乡关系，普遍认为只有自己人才是可以信任和依靠的。这种文化被印度移民原封不动地带到了海外的职场，并迅速地在各个企业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印度帮。他们互相提拔、互相包庇，系统性地排挤非印度裔的员工，最终导致企业内部的矛盾激化、效率低下、创新枯竭。如果说职场裙带文化还只是经济层面的损失，那么印度移民带来的宗教矛盾和种族冲突，就是对接收国社会稳定的一次致命的打击。印度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林立、种族极其复杂的国家，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等各大宗教之间长期存在着深刻的，有时甚至是血腥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被印度移民像一颗颗定时炸弹带到了海外，随时都有可能被引爆。最典型的就是2023年发生在加拿大的锡克教领袖暗杀事件。这件事直接引爆了印度和加拿大之间一场严重的外交危机，两国互相驱逐了外交官，贸易往来一度中断，至今关系都未能完全恢复。2023年9月18日，加拿大锡克教社区的一位重要领袖哈迪普辛格尼贾尔在他自己的汽车里被当场枪杀。警方的调查发现，凶手是一名35岁的印度移民，而其背后疑似有印度政府情报部门的支持。尼贾尔一直以来都公开批评印度政府对锡克教的打压政策，并主张在印度旁遮普邦建立一个独立的锡克教国家。在加拿大，锡克教社区拥有超过10万的追随者。他的死瞬间引爆了加拿大锡克教信徒的大规模抗议。在多伦多、温哥华的街头全是愤怒的抗议人群，有人焚烧印度国旗，有人冲击印度驻加拿大的领事馆，甚至和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不得不公开站出来表态谴责这起暗杀事件，并要求印度政府配合调查。但印度政府不仅不配合，反而反过来指责加拿大干涉其内政，并声称尼贾尔是一名恐怖分子，他的死是罪有应得。双方你来我往，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印度驱逐了加拿大驻印度的高级外交官，加拿大也驱逐了印度驻加拿大的高级专员，两国的贸易合作也因此陷入停滞。这件事情并非个例，印度移民带来的宗教冲突在全球多个国家都有发生。2024年2月，在英国的伯明翰就发生了印度教徒
和穆斯林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起因是印度移民在穆斯林社区的附近修建了一座新的印度教寺庙。穆斯林居民认为，寺庙每天早晚的钟声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宗教活动。双方先是互相指责，后来就发展成了暴力冲突。印度教徒砸毁了穆斯林的商店，穆斯林则焚烧了印度教寺庙的旗帜，造成8人受伤，多辆汽车被炸，警方不得不出动防暴警察封锁了整个区域，局势才得以控制。为什么印度移民的宗教矛盾会如此尖锐？这和印度本土的宗教环境密切相关。在印度，不同宗教之间的仇恨已经持续了上千年，根深蒂固。印度移民把这种历史的仇恨带到了海外。在新的环境里，由于文化、语言的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这种矛盾更容易被激化。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不仅没有努力去化解这些矛盾，反而还经常利用宗教问题来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导致宗教冲突愈演愈烈。除了上述这些明面上的问题，印度移民还有一个隐藏的技能，那就是疯狂地把他们在海外赚到的钱汇回印度，从而导致接收国的财富大量的流失，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印度是全球侨汇的第1大国，而且是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在2024年10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仅仅在2023年，印度的侨汇收入就高达1320亿美元，占到了印度当年 GDP 的 3.8%， 比2022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尼泊尔全年 GDP 的 3.5 倍，相当于冰岛全年 GDP 的12倍，甚至相当于新西兰全年 GDP 的 40%。而这些天文数字般的侨汇，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印度移民在海外的辛勤工作。我认识一个在纽约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他的年薪是18万美元，在美国绝对属于中高收入阶层，但他的生活却过得极其节俭。他住最便宜的合租公寓，每个月房租只要800美元，和另外3个印度人合租一个2居室，每天吃最便宜的快餐，一顿饭绝不超过10美元，从不去餐厅吃饭。他不买车，不旅游，出门要么走路，要么坐地铁，连公交车都很少坐。他身上的衣服全都是在超市买的打折品，一件 T 恤10美元，一条裤子20美元。他每个月除了留下1500美元作为最基本的生活费之外，剩下的超过1.3万美元的税后收入，全部都汇回了印度，给他在新德里的父母买房子，给他的兄弟姐妹支付婚礼的费用，给他的侄子侄女交学费。这样的印度移民在海外还有千千万万，他们在美检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工作，拿着高薪，却极少在当地进行消费，而是把绝大部分的收入都汇回了印度。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仅仅在2023年从美国流向印度的移民汇款就超过了450亿美元。这些钱如果能够用于美国的国内消费市场，至少能带动美国经济额外增长 0.6%， 并创造出超过12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但现实是，这些钱都被汇回了印度。美国不仅没有从中受益，反而还因为印度移民对本地工作岗位的挤占而导致了本土民众的失业率上升。更过分的是，印度政府不仅不反对这种行为，反而还在大力的鼓励印度总理莫迪。在2023年的海外印度人大会上就公开表示，海外的印度人是印度的宝贵财富，你们在海外赚的每一分钱都在为印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印度政府还专门推出了各种优惠政策来方便海外的移民把钱汇回国，比如极大地简化了汇款的流程，过去需要填写10几张复杂的表格，现在只需要在手机的 APP 上操作几分钟就能完成。他们还提高了汇款的限额，以前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汇10万美元，现在提高到了25万美元，甚至还给予汇率上的优惠。你汇10万美元回国，
能比正常的市场汇率多拿到价值$2000的印度卢比。对于接收国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吸血行为。你想想看，印度移民抢了当地民众的工作岗位，赚了当地的钱，却不在这里消费，不在这里投资，反而把钱都汇回了印度，让印度的经济受益。这对于接收国来说，完全就是一笔赔本的买卖。加拿大央行的数据就显示，在2023年，印度移民的外汇外流直接导致了加拿大的消费市场萎缩了0.7%，零售行业的销售额下降了3.5%。欧洲央行更是发出警告，说印度移民的这种大规模侨汇行为已经开始影响到欧元区的经济稳定，导致了欧元区的贸易逆差扩大和欧元汇率的下跌。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问，既然全世界都这么不待见印度移民，那为什么印度人还要拼了命的往外跑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印度本土的生存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让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首先是气候和卫生条件，印度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夏天的气温能轻易地达到50°C以上，而且能持续长达4个月。2023年的夏天，印度北部的北方邦气温一度达到了52°C，仅仅在1周之内就有超过200人死于热浪，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连病床都不够用。当地的民众说，白天根本就不敢出门，出门几分钟就像被放进了烤箱里一样，皮肤都被晒得生疼。除了高温，印度的卫生条件更是让人堪忧。在印度的城市里，垃圾遍地都是，街道上、河流里、公园旁到处都是塑料袋、饮料瓶、食物残渣，甚至还有动物的尸体。污水被随意的排放，很多城市的下水道系统年久失修，一到雨季就会发生碱泛滥，污水流得到处都是，散发着难闻的异味。自来水根本不能直接饮用，甚至连洗手的水都没有保障。很多底层的民众只能去喝河里、井里的脏水，而作为印度圣河的恒河，河水里常年漂浮着尸体垃圾和粪便，细菌含量超标上万倍。但印度人还是会直接饮用恒河水，因为他们认为恒河水能净化他们的灵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印度每年有超过200万人死于各种传染病，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水。其次是粮食问题。印度虽然是农业大国，耕地面积比中国还多，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但它的粮食产量却只有中国的1半。为什么？因为印度的农业技术太落后了，农民们还在使用着几千年前的耕种方式，没有机械化，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完全是靠天吃饭。这也就导致了印度的粮食产量极不稳定，一遇到干旱就会减产，一遇到洪水就会绝收，每年都会出现局部的饥荒。对印度的底层民众来说，移民海外，哪怕只能吃面包、喝凉水，也比在自己的国家饿肚子要强。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印度的种姓制度让底层的民众一辈子都看不到任何的希望。这个制度是印度的社会毒瘤，已经存在了3000多年。它把印度人分成了4个等级：婆罗简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还有最底层的贱民，连这4个等级都算不上，被称为不可接触者。这种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你的种姓是天生的，一辈子都无法改变。如果你是贱民，那么哪怕你再聪明、再努力，你也不能上学，不能找好的工作，不能和高种姓的人结婚，你只能去从事那些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比如清理粪便、搬运尸体。印度有一个叫维杰的男孩，就出生在贱民家庭。他非常聪明，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但就因为他的种姓问题，他被学校开除了。校长告诉他，你是贱民，你不配和高种姓的孩子一起上学，你的存在会污染我们学校的环境。后来维杰只能跟着他的父亲一起去清理粪便，每天背着沉重的粪桶走街串巷，最终
在一次工作中不小心摔倒在粪桶里，感染了严重的细菌，因为没钱去医院治疗，不到1个月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22岁，这样的故事在印度每天都在上演。对底层的民众来说，种姓制度就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们一辈子都只能过着比牛马还辛苦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印度的就业压力更是压垮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4亿，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印度的经济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就业岗位的缺口高达900万，也就是说，超过80%的年轻人在毕业后都找不到正式的工作。更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印度政府不仅不努力去解决这些国内的根本性问题，反而还把移民当成了一个转移国内矛盾的泄洪筏。他们很清楚，国内的这些问题短时间内根本解决不了，与其让这些找不到工作、看不到希望的民众留在国内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如让他们移民海外，这样既缓解了国内的压力，还能通过他们寄回来的侨汇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简直是一举两得。所以印度政府不仅不阻止移民，反而还在纵容甚至鼓励整个移民产业链的发展。在印度的德里、孟买等大城市，到处都是帮人办理移民的中介公司，这些公司明目张胆地帮人伪造学历、伪造工作经历、伪造语言成绩，只要给钱就能帮你顺利地拿到签证。说到这里，咱们来总结一下，印度移民之所以会引发全球性的抵制，其根本原因是印度正在把自己的生存困境、就业矛盾、贫困问题，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粗暴地转嫁给了全世界。全球各国抵制印度移民，其本质不是因为歧视，而是因为由印度移民所带来的犯罪问题、不文明行为、职场裙带文化、宗教冲突以及财富的单向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特朗普推出的驱逐令，日本和欧洲收紧的移民政策，加拿大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的爆发。未来随着印度移民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调整对印度移民的政策，提高门槛，减少配额，甚至限制某些特定类型的印度移民入境，都将成为常态。而印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自身的问题，去改善国内的卫生条件，提高粮食产量，打破种姓制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只是一味的把移民当成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解药，那么印度移民所面临的全球抵减值浪潮只会愈演愈烈。毕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成为别人的问题垃圾桶，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让自己的社会被打乱，让自己的经济被掏空。最后，咱们不妨也来聊聊这件事对我们自己的启示。其实，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移民，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你是否能够真正的融入当地的社会，是否能够为当地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外籍劳工，比如来自印尼、越南、菲律宾的朋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够遵守当地的法律，努力的工作，为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我们也愿意去接纳他们。但如果有哪个群体的移民总是频繁地出现犯罪不文明的行为，甚至还在职场上搞裙带关系，在社会上引发矛盾，那么我相信不管是在哪个地方都不会受到欢迎。所以移民从来都不是一件一厢情愿的事情，它是一种双向的选择。接收的国家要看移民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而移民也要看自己是否能够真正的适应接收地的环境。只有当双方都感到满意时，才能实现真正的双赢，否则就只会引发无休止的矛盾和冲突。不知道各位朋友是怎么看的？你们觉得印度未来能解决好自己的这些内部问题吗？如果有印度移民想来你的国家，你觉得应该为他们
设置哪些门现在的门槛？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别忘了点赞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并且关注我的频道。下次我还会给你们带来更多关于全球热点话题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